真開心真。倪匡先生而家會唔會喺宇宙某一處同黃霑先生、金庸先生、蔡瀾先生打緊麻雀呢？問誰令宇宙無限？宇宙無限，人在世有太多痴心與紛爭，知不知一切輕重如無助的針，瑣碎像塵。又係 Sad Night Good Talk， 週末傾情，衛斯理與袁振合與倪匡先生，週末又在雨林酒吧相聚。小賓高喜歡衛斯理小說，每當煩惱時，看幾頁就心境平靜。吳寫更喜歡袁振合，較有深度，帶點憂鬱。阿女，我超喜歡倪匡先生這個人，悲觀但又現實，活得快活。就這樣，我們三又聊了一個晚上。雨林酒吧，阿女口述倪匡與衛斯理與袁振合之夜。星期六黃昏，小賓高拎住一本書入嚟，封面已經皺晒，書脊貼滿膠紙。佢放上吧台，好似放一個聖物。老貓，唔寫拎起睇一睇，你仲睇緊？第11次，小賓高話每次煩惱揭幾頁，心境就平靜。衛斯理可以平靜你？我問。衛斯理唔平靜，佢成日衝動、冒險同白素鬧交。小賓高話，但正係咁，我睇住佢就覺得自己嘅煩惱好少。唔寫拎出自己嗰本，封面係一個穿白袍嘅男人剪影。袁振合，佢話血咒，你中意袁振合啲咩？我問。佢嘅深度，唔寫話佢係醫生，見過生死，但自己嘅愛情永遠搞唔掂。佢比衛斯理憂鬱，比衛斯理似一個真正嘅人。我望住佢哋兩本書，然後將自己嗰本放上吧台。倪匡嘅散文集《生活體驗》。我話中意倪匡先生呢個人，悲觀但又現實，活得快活。小賓高望住我，悲觀同快活可以一齊，佢就得。我話佢話過，我對未來好悲觀，但我知道日子都要過，既然要過，不如過得快活啲。引號，唔寫拎起我本書揭咗幾頁，佢仲有咩金句？世界上冇嘢係唔可以解決嘅，解決唔到嘅就由得佢。引號。三個人，三本書，三杯飲品，碰杯。衛斯理，行動嘅平靜。你話你煩惱嗰陣睇衛斯理，唔寫問小賓高，你通常煩惱啲咩？小賓高諗咗一陣，煩惱自己做唔到決定。句號，衛斯理幫到你，佢成日都唔試點諗，就去咗冒險。我睇住佢就會諗，其實好多嘢試諗咁耐，但你係處女座。我話係。所以我需要一個人示範俾我睇，衝動有時都係一種智慧。衛斯理有智慧咩？唔寫問，佢有行動嘅智慧。小賓高話佢唔係最聰明嗰個，但佢係最快行動嗰個。你呢？我係最慢行動嗰個。唔寫笑咗一下，所以你睇衛斯理係想學佢？係學，係提醒。小賓高話提醒自己，世界仲有好多嘢未探索。與其煩惱，不如行動。我將佢杯酒斟滿。袁振合，憂鬱但溫柔。問號，你呢？唔寫。我問。你中意袁振合，因為佢憂鬱。佢憂鬱，但佢溫柔。唔寫話，溫柔喺邊？佢對身邊嘅人成日都好好，即使自己唔開心，都唔會發洩喺人哋身上。同你好似。小賓高話，唔寫望住佢。你覺得我溫柔？你對媽媽溫柔？小賓高話，你對阿女都好溫柔，你對我一半半啦。你自找嘅。我冇理佢哋鬥嘴，繼續問。袁振合嘅憂鬱會影響你嗎？會。唔寫話，睇完會覺得世界有好多嘢冇得強求，愛情係咁，命運係咁。你中意呢種感覺？我唔中意，但我需要。唔寫話，因為佢話俾我聽，憂鬱唔係弱點。憂鬱只係另一種睇世界嘅方式。我望住佢，一個願意承認自己憂鬱嘅男人，一個願意喺小說入面揾共鳴嘅男人。你會唔會覺得袁振合太慘？我問。會，但慘得嚟，佢冇放棄過。唔寫話，佢一路行，一路受傷，但一路行，呢個先係最型嘅地方。
三個人靜咗一陣，然後小賓高舉杯，為原振俠嘅傷口。佢話為衛斯理嘅行動，唔寫話為倪匡嘅快活。我話三隻杯碰埋一齊，倪匡悲觀嘅現實主義者。你話你中意倪匡先生呢個人？小賓高望住我，你見過佢冇？但讀過佢嘅散文、訪問同佢寫嘅金句。你最中意邊句？我諗咗一陣，我對世界好悲觀，但對自己好樂觀。引號，點解？因為世界嘅嘢我控制唔到，自己嘅嘢我可以控制。你做到？我盡量。我話世界唔會因為我悲觀而改變，但自己嘅生活會因為我樂觀而好過啲。呢個係倪匡式嘅生存之道。唔寫話係。我話佢仲話過做人最緊要係開心。開心嘅事有佢過去。引號，你呢句同你平時講嘅好似。小賓高話因為我都係咁樣活。我拎起杯礦泉水飲咗一啖。倪匡先生，我話佢信命，但佢唔認命。佢悲觀，但佢快活。佢話過我係一個悲觀嘅現實主義者。引號，現實主義者係咩意思？唔寫問。問號，即係接受現實，接受世界唔完美，接受自己會老，接受好多嘢冇得改變，但接受還接受，日子照過，而且要過得快活。小賓高望住我，你呢番話好有力量。係我有力量。我話係倪匡先生有力量，我只係轉述。你轉述得好。我冇答，將佢哋杯酒斟滿。衛斯理 vs 原振俠，你揀邊個？如果一定要揀，我問衛斯理同原振俠，你哋會揀做邊個？小賓高諗都冇諗，衛斯理，因為佢有白素，因為佢有行動力，同埋佢嘅世界邪不能勝正。你信邪不能勝正？我想信。小賓高話衛斯理幫我相信。唔使諗咗一陣，原振俠，因為佢憂鬱，因為佢真實。唔寫話佢會輸，會受傷，會愛錯人，但佢繼續行。你覺得衛斯理唔真實？衛斯理太完美。唔寫話佢太叻，太正義，太 lucky。你呢，阿女？小賓高問我，你揀邊個？我望住佢哋，我兩個都唔揀。點解？我揀倪匡先生。我話因為佢創造咗佢哋。你唔想做衛斯理或者原振俠？想。我想做一個可以隨時打開佢哋本書睇幾頁，然後山上嘅人。呢個係讀者嘅幸福。唔寫話係讀者最幸福。我拎起杯水飲咗一啖。三個倪匡嘅故事，你哋有冇關於倪匡嘅故仔？我問。小賓高第一個，有。我有個中學同學，佢阿爸認識倪匡，講嚟聽下。佢阿爸話倪匡有一次同佢哋食飯，要咗一碗雲吞麵，食完話好食。引號，就係咁，就係咁。但佢阿爸話倪匡講好食兩個字講得好真誠，好似佢成世人未食過雲吞麵咁。佢可能真係未食過咁好食嘅。我話可能係。小賓高話佢阿爸話倪匡好容易滿足，一碗麵，一支可樂，一個朋友就可以傾成日。呢個係幸福嘅秘訣。唔寫話係容易滿足。輪到唔寫。我都有一個古仔，從網上睇返嚟嘅，講有人問倪匡，你驚唔驚死亡？引號，佢點答？佢話我唔驚，因為我未死過。引號，好有倪匡 style。小賓高話，佢仲話驚嚟做咩？到時先知。引號，呢個係悲觀嘅樂觀。我話感嘆號，悲觀嘅樂觀。我悲觀，因為我知道死亡會嚟。我樂觀，因為我未死。小賓高同唔寫對望。你呢，阿女？小賓高問，你有冇倪匡古仔？我諗咗一陣，有。我喺書店見過佢，真係好多年前成品。佢企喺書架前面，拎住自己本書揭緊。你有冇走過去？冇。點解？因為佢揭得好專心。你望住佢幾耐？幾分鐘。佢一路揭一路笑。笑咩？笑自己寫嘅嘢。你覺得佢笑咩？我覺得佢覺得自己後生嗰陣好癲。你呢個古仔好溫柔。唔寫話係
一個作家喺書店睇返自己後生寫嘅嘢，然後笑，呢個可能係最快活嘅 moment。三個人都靜咗，然後小斌高舉杯，為倪匡先生嘅雲吞麵，為佢嘅未死過，唔寫話，為佢喺書店嘅笑。我話三隻杯碰埋一齊，離開之前11點半，佢哋起身。阿女小斌高話多謝你今晚講倪匡，多謝你帶衛斯理。我話多謝你帶袁振合，唔寫話，多謝我自己帶水。我話佢哋行到門口，喂，唔寫回頭。你覺得倪匡先生而家做緊呢？我望住窗外嘅月亮，可能喺度飲可樂、睇書、同朋友傾偈，又或者咩都冇做，齋發呆，都好，都好。兩個背影消失喺街燈下面，我喺門口望住佢哋返去吧台，收埋啲杯，抹台，熄燈，然後我坐喺吧台前面，拎起倪匡本書，揭到其中一頁。佢寫我嘅人生觀很簡單，每一天都好好地過，因為你唔知聽日會點。我刪書喺備忘錄，我打咗一句：衛斯理教人行動，袁振合教人承受，倪匡教人活着就要快活。三個人，三種人生觀，但佢哋都話俾我哋聽，世界未必會變好，但你可以選擇點樣面對佢。鎖門收工，星期六再見。衛斯理、袁振合、倪匡，三個名字，三種態度，一個行動，一個承受，一個看透，但佢哋都有一個共通點，即使世界完美，仍然選擇好好地活着。星號倪匡傳奇一生與及經典作品全集指南。倪匡1935年5月30日至2022年7月3日，原名倪聰，字奕明，是香港殿堂級的小說作家、編劇及評論家。倪先生與金庸、黃霑、蔡瀾並稱為四大才子，其最廣為人知的成就為創作了衛斯理系列及袁振合系列等風靡華人世界的科幻冒險小說，陪伴了無數華人讀者的成長，成為當代流行文化中不可磨滅的經典。傳其生平，出生於上海，年輕時曾任基層公安，後因破壞交通、拆除木橋、燒火取暖等，莫須有罪名，面臨政治迫害，因而展開萬里逃亡。於1957年偷渡抵達香港，開始了由工廠工人到報館職工，再到全職作家的逆襲之路。由於寫作速度極快，曾自稱是全世界寫漢字最多的人。曾同時為12家報紙撰寫連載，稿費高居香港作家之冠，且從不拖稿。數十年間創作字數以千萬計，想象力無遠弗屆，開創了華文現代科幻小說的先河。他的故事融合了外星人、神秘學、中國神話與冒險武俠，想象力極其天馬行空，多產編劇，創作了超過300部電影劇本，代表作包括《獨臂刀》、《王與城》名作以及《精武門》，為李小龍塑造了陳真這一經典形象。他交稿極快，行內稱他給錢就交貨，寫劇本從不拖稿，但拒絕改稿，奉行貨物出門，絕不退換。導演要怎麼改劇本隨便，但要他親自修改免談。然而倪匡一生從未擔任過電影導演，他雖然創作了超過400個電影劇本，但他堅持自己只懂寫劇本，不懂做導演，甚至連客串演出如飾演嫖客或醫生都興趣缺缺。曾笑稱做演員或導演都是折磨。及後於2012年榮獲香港電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代表作品分類：科幻、冒險小說、衛斯理系列，如藍血人、大廈、頭髮、袁振合系列、木蘭花系列、高達系列、武俠小說、六指琴魔、新獨臂刀、電影劇本、獨臂刀、精武門、少林36房、金庸自有。1962年在金庸鼓勵下開始以筆名衛斯理創作科幻小說，兩人交情匪淺。金庸赴歐洲期間，倪匡甚至曾奉命替金庸代筆《天龍八部》，期間因不滿劇中角色而將亞子眼睛寫核，成為文壇趣談。晚年豁達，
2012年獲頒第3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晚年罹患皮膚癌，仍保持樂觀幽默，自稱人生配額已用完，於2022年7月3日瀟灑離世，享壽87歲。經典科幻作品系列指南，倪匡筆下的核心宇宙由多個系列互相交織而成，角色經常跨界串場。欲完整收藏可參考由風雲時代或香港明窗出版社推出的精品叢書。1. 衛斯理系列，倪匡最具代表性、銷量破千萬冊的巔峰之作，以第一人稱敘述冒險家衛斯理與妻子白素破解各類超自然與外星文明謎團的故事。主角衛斯理好奇心過度，武術高強，口頭禪我受過極之嚴格的武術訓練深植人心。此系列將神怪、歷史與外星人完美結合。核心代表作頭髮，將人類四大宗教的先知耶穌、穆罕默德、釋迦牟尼、老子及埃藍血人科幻系列的真正起點，入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描寫擁有流着藍色血液的外星人，土星異鄉人荒天滯留地球的悲劇。大廈，描寫一棟電梯無止境上升，陷入無限次元空間的恐怖大樓。老貓，結合靈異與科幻，講述一隻與外星貓對抗的外星800歲神貓故事。沉船，探索百慕達三角與海底外星基地的幽靈船冒險。玩具，反思人類科技發展，預言人類最終淪為外星人玩具的命運。追龍，內預言東方將有一個大城市因其優點消失而步入毀滅，被奉為神預言。2. 原振俠系列，共32部作品，創作於1981年首作《天人》至1992年完結篇《天王巨星》之間。主角原振俠英俊多情，智勇雙全，是一名富有正義感的腦科醫生，精通武術，喜愛觀星與吹笛，感情生活豐富，常捲入神秘、外星人及超自然事件。此系列相較於衛斯理，更注重男女間浪漫情感與溫柔悱惻的愛戀情人，包括黃娟、海棠、武術女王馬仙。科幻色彩更偏向宇宙奇幻與浪漫主義。故事與衛斯理系列共享世界觀，部分角色曾出現在亦舒的小說中。蔡瀾先生曾說，相對衛斯理，更喜歡原振俠故事。3. 其他三大分支系列，亞洲之鷹羅開系列，主角羅開是一名亦正亦邪的特工冒險家，故事風格更具國際諜報與現代軍事科技色彩。年輕人與公主系列，主角為中國的山東青年年輕人與幽靈星座的奧麗卡公主、黑莎公主，風格充滿異國冒險與神怪武打。浪子高達系列，描寫浪子高達與風流韻事不斷的奇幻冒險、武俠與傳奇小說。在創作科幻前，倪匡是極知名的武俠小說家，他曾以樂川為筆名撰寫大量武俠，並著有六指琴魔、新獨臂刀等經典。他亦擅長驚悚奇情小說，如以近代江湖幫會為題材的《女黑俠木蘭花》系列，女主角木蘭花可說是華人文壇最早的超級女特工。跨領域經典作品，1989年，倪匡與黃霑、蔡瀾三位先生共同主持亞洲電視經典成人清談節目《今夜不設》。三位才子一邊抽雪茄、喝白蘭地，一邊與張國榮、林青霞、周潤發等巨星百無禁忌地暢談，成為香港電視史上的傳奇傳播神話。倪匡一生率性感言，留下若干透徹豁達的人生智慧與金句。人類之所以有進步，是因為下一代不聽上一代的話。要摧毀一個大城市，不必摧毀它的建築物，只要令這個城市的優點消失。開心最重要，好多人憂鬱至死，憂鬱無幫助。我今日破產，不會因為抑鬱而中六合彩。很多事情是注定的，我非常相信命運。年輕時不相信命運，想到對抗，但人老了，不到你對抗。愛情總是不完美的，不可能有完美的愛情，完美的愛情是不存在的。倪匡先生是橫跨幾代，我們鍾愛的大人物。記得訂閱，記得訂閱。
記得訂閱，記得訂閱。